来看观光署这个月准备要迎接800个印度的团客哦，是已经过了印度来台湾上大规模的旅游团分立体来台湾。观光署嘛预告讲，大约会有3000万的经济效益。有导游嘛强调讲哦，印度是目前人口上济国家，也毋过因有特殊的食食甲生活方式，伫接待方面就要特别注意。 摆对这马康流浪，这团队印度来的旅客拢是业绩表现真好，接受公司的招待，奖励旅游的邮差公司的经销商。真侪人拢是第一摆来台湾体验耍马康流浪了后，随到要搁去台北市立动物园来参观。We are feeling very excited.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are coming to Taiwan. The atmosphere is very pretty good. And we have a grand welcome here over here. The people are always good. The weather was very good actually. We're enjoying the weather. The cable car is very good. The people are very good. We are enjoying the food also. 观光署讲，这摆是疫后第一座印度奖励旅游大团，有要800个印度的旅客。全团是6个梯次到台湾，接待旅行社是规划5天4暝的行程，安排去马康、大稻埕和游览西门町、台北101，买邀车到宜兰的东澳去体验海山堡的佚佗行程。因为旅客有特殊食物件的需求，行程嘛要配合宗教习惯。他们对国外的食物并不一定能够接受，西方的食物还可以，所以他们这一次来，他们带着自己的厨师，他们带着他们自己的食材，所以我们要安排餐厅，要安排厨房。 煮给他们吃。有10多档带团经验的导游分析讲，印度市场有人口的优势，过去出国的优先来选文化相同的国家，若要接待印度的旅客，必须要熟悉因特殊的需求。观光署预告，这摆印度团来台湾，差不多会造成3000万的经济效益，未来嘛会继续来开展多元市场。东南亚几个，只有菲律宾的市场，像这些都是可以大步跃进。 那四平八稳，其实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很平稳的恢复到疫情之前。周延辉讲，观光署是持续扩展各客源的市场，除了日本、韩国、北美这的主力市场，对有关度开发潜力的印度市场，嘛会采长期深耕的策略，分阶段来行销布局。公司新闻综合报道。